来看台中电厂第2期的新机组的计划，8月开始环评。有环保团体今仔开记者会，因批评讲，专家小组的会议，当地里长和环保团体拢无收到开会通知哦。伊嘛不管讲初审哦，真凊彩一届就通过。环保团体要求讲爱退回定审哦，台电是表示，因一切拢是照规定来办理，并无问题。初审草率，退回重审，退回重审。大声喊口号批评初审伤过啰嗦，要求退回重审。因为台中电厂第2期新建燃气机组的计划8月正式环评的停事，但是几落个环保团体开记者会，批评专家小组会议初审伤过啰嗦，竟然一遍就过关。审查过程让我们觉得是非常的草率，而且呢，在这过程当中呢，在地的居民还有中部的环保团体看到，就是媒体报道说，要开环评初审，然后才知道说原来要审查了。这个区域增加的天然气，不是应该呼吸人权的考量、生命权的生存权的考量。环保团体真不满，长期一直关心这个议题，环保团体也拢无接到出席的通知。因在这边重申要求台电重视中部民众的生存权。这几年好像感觉就是有改善，空污确实是有改善，没有想到现在又要再加重了。拜托，就是台电，拜托你们，真的饶了我们台中人，已经是受够了。都依照相关的规定啊，所以没有快或不快。现场我们只要都是依照相关的程序嘛，所以只要所有的程序都备足了，其实都一直在做相关的一些现场或者是预备的动作。地主台电回应讲，这场会议是算公开资讯，而且初审的过程一直拢依照规定办理，无紧甲无紧的问题，也会继续进行相关程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